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陆派小生黄慧，这次非常幸运能参加这次的直播演出组合，我跟裘丹丽是一次全新的组合。我是青年演员裘丹丽，粤女争锋的比赛呢，让大家能够认识了我，所以我觉得这次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我演绎的焦桂英，也能够通过这个戏呢更加了解我，更加能够看到我的成长。
星星，少爷星星，东外少爷了，少爷。
是皇上要长进富康，我要为他多备些银两，有了姐姐你都费心了。你呀，彩萍姐姐，你看我家姐姐的小肚袋都已经完了。四妹，你是决意从良，根定忘愧了。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就不杀了，我先走了。姐姐，哎，四妹，这手指你还是留着阴气，没成肉酸菜吧？不，姐姐，这肉酸菜是我弟弟留下的唯一遗物，我岂能变美呀？但愿你真能心愿得成。姐姐啊，我先走了。姐姐慢走。九妹，时候不早了，快三更天了，叫你姐夫来换谁吧。姐姐，耳朵还不到你，姐夫刚才说了，借你一张水果嘞。九妹，莲子给熬好了吗？熬好了，熬好了，快倒在碗里。你姐夫过来，谁要吃的？姐夫还没有来呀，倒得早了，吃不要冷了。你姐夫一过来才要吃，这不稍息到，不是要烫了你姐夫吗？姐夫一下子不过来，莲子都冷了，岂不是要冷为姐夫吗？你在两头冷了吗？在你呀，姐姐呀。你想的真最大，去吧！姐夫出来了，王你这样的，时候不早了呀，王啊！王啊！娘子招待。小生来了。王君亲等2年以上，必得素妻子自古原谅。这一日我王君也不良，也读书还有着红袖天下，唐大治到今日功名于王，并不为贵妻一片心上。娘子，这问事你怎么还不睡呀？姐夫不睡，姐姐怎么爱睡得了？去吧，娘子，你在做什么真心？做什么真心？一双名字，替谁做的？你想我忘记别人做的吗？我不是有许多麻子，你又做它何用啊？你不去生意用功，成了欢喜，两腿时常放了。前几天我在曾大夫那里就得养方，他说此人在上，不如此言。我想你这样上进富康，可不能再活了，需要面貌不thay才好你。一张呀
全心意，暖人心啊。向往亏本也是出生命啊门，父母放家到老，力量上进，苦苦靠上落地，羞愧难忍。又上门根，风雪天没事望，饥寒逼我心伤神。马途中遇娘子，你还是乘风欢喜。临死的生与死，是你不言中发偏。落难人，2年来，你为我操心大磨心；2年来，你为我走进千般心，是这么恩深是爱，你总是。叫王魁今生今世还不清。
娘子为我而万里相累，我不妹在这相路来让第四一次，第四。虽在吕布的随必连子恩师配，唐言专攻这鬼子，四将走来有言在，怎么相思情？转作君心为情
还记得吗？你我夫妻初次见面，就在这黑人面。是的，真是天缘巧合。你我这位父母，可算是黑人爷注定美呀。黑人苗族万难相逢，2年以来朝夕相依。此刻谁要分别？我的万千不知又从哪里拾起呀？如此一去，来往寂寞呀老妻等。你旅途萧条一团魂，娘子啊，你面色混乱要小心。王啊，你专心赴考，莫分心。我记下了。王啊，此番中与不中，你都要早去早回。莫忘了，命苦行中，我有苦苦等你的妻呀。娘子但请放心，王魁之心可对天。王啊，你这多岁，不是就去黑人爷替我们作证？作证。相声王魁，是以回应这位父母是不边境灾区，此番上军赴抗受到告终，定计归隐到京东向勇王，尚为此事勇度当言从了。交贵英年方寒生，与王魁结为夫妇，生死何妨，永不变心。尚为此事，常人苦恨。娘子。王啊，少爷，少夫人睡不着，赶上路了。娘子，老贵家，少夫人有何吩咐？一路之上，好好侍候少爷。老奴记下了。雀妹，继父一路保重，好好照看你家姐姐。继父放心。
定他元帅要成。启禀常员公，救亲的人又来了，好像要怎么又来了？你还是与我一样为否？哦，常员假有糟糠之妻，请日不便应允，各位大人好意，常员心领。啊，哦，真是，哎呀，少爷真是好样的大丈夫也。常员公，恭敬生意好气概，少夫人苦尽风泪是天泪，不忘他谁的君位，不忘他倾心将你，不忘他为你
请有请高大人。哈哈哈哈哈！大姐哦，下官少来备案，请上员公赐菜。有甚正官老张大人有自驾里，请。恭喜上员公三喜临门，三喜上员公辛苦得中，乃一喜。上中王二大人正想与上员公提及请进之行，乃二喜。上员公不去糟糠，亦为其亲事，人品高洁，令老人相为之敬畏。已将儿女领至小姐，许配常员公，乃三喜也。什么老丞相前来，有甚关键不见？这是老丞相今日有甚家有糟糠，无故万将领至小姐许配有甚，这老丞相爱谁心切，他方的上员公之妻，并非名门千金，实在为上员公可惜哟。上中大人的夫人，出身还未在多少，我只枉亏一人啊！可是吐了风声的，恰无有啊！道道辛苦上元，进去来扬名可行，烟花女子为妻。是倘若配人知晓，上元公你的脸面何成？老丞相爱在心切，不忍上元公难堪，故而命下官前来定亲，盼望上元公应用为好。相门的演得的好中才，我与他为难相逢成匹配，定期再去不应该。你功不成，进不去。
气，今世都无望，令万门平啊！不为的。我与他非人面前八字大门，无法生死不变心，不枉人民苦作证，百姓情要遭报应，神王高追随地流，天经地义，不为人民为情人，推进四海亚洲，并且再去伤他心，他只怕羞辱别人才晕啊！他那一个青绿女子，怎会为官的小事而寻死？船上人不要乱思想，大丈夫当官则断，休要一生。大上员工怎么亲自还是英勇为好？有生还是英语。大上员工既有婚事，请是心怀一种平定啊！匆忙之中不有心为呀。这有存在不是最好的平分吗？真有存在吗？丞相府金银财宝堆积四散，并非财府的上员工的礼品轻容。是，就这样定下了。告辞。一声阴雨多可家，当儿夫妻不忘呀，这真是算到将心马里上。王魁自得很心肠，娘子却是羞辱，又怎再称她为娘子啊？还是叫一声归隐去吧。一封信寄予明空啊，教育女娘，必是王妃娘心肠，也是大漠无美难言讲，看着看功名成就不能忘，念着你，你话语难配当为郎，要说不知二大娘是王妃不能转来呀。念他与我两年恩爱，待我这里小事一岁。必怜子女归，休将不应冤枉亏，只因教才早
带领，总想穷来鸟语在。王总哪里？王总哪里？少爷，这里有书信一封，也祝您治安不良，说送往莱阳教育命苦好。哦，果是接少夫人进京啊，真是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老奴即刻启程。哎，少爷。我有什么话，你老奴禀告少夫人的，心里写得明白的哩。哦哦，哈哈，老奴多问，老奴多问你哦。哈哈哈哈。齐兵两国，美阳加速高，享受人后才。书信下在了客厅之中，指点自动送来的，小人以当号为取了下去。是。会议北极望浪清晨，还有相思一首，上河深谷锦绣香，谁浪得一阵舒服？谁知教材有回客，色君诚意对其唱。娘子好精神也。归
两儿不良，请少夫人收下。你娘就没三下，老管家，少爷身体可好？好，可是少爷亲自派你来的呀。正是少爷亲自派我来的，你老奴迎接夫人，即刻进京。老管家，一路辛苦了。姐姐，快点醒吧，我们都是要听听姐夫的喜讯的。哎，忙什么？上元梦这上元夫人的心，无论这么好听呢。算了，不能回去告诉妈妈，早点替她争对你，好让她尽心为王。哎呀，姐姐，你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让大家都来看看我们宁国好精彩的一场元夫。姐姐何必如此？我今天就告诉你，私人好好的看一看，手脚为业，生意姐姐。我委屈，你要问问妈妈，问她还要把姐夫穷，姐姐嫌嘛？这位姑娘如此，来，你先回去，按照正备营帐，明日一早，与我姐妹一同进京。多谢姐姐。哎，姐姐你为姐谢过黑人，即刻
此今王魁逼迫的异性，他中了草药，是
看不起我家桂英，一无邪，二无色，四个烟花一次。可是我必须成家。欺负的嘛不归我亏，与我得胜。我再也一定死了，死！对，我就是死了，也要跟那王魁。
眼睛睁着那
叫桂英扫台，待俺领归所对那王魁走。莫非有生配作之意？
是他连半点人心都没有你。哎呀，婆爷爷，讲。他那个先生他不在，我定要将他的女儿。好，用你一头。小姐已备好酒宴，请姑爷也都言之上。为郎并女小姐，怎么体温不分，你去为郎死？这不久，随经离下，自相分门。常有那风流长堂家娃我们，西京乡金儿来，有名子孙。在梧桐是王子，活动女辈。小王后是这在相府以来仕途顺畅，成龙得意，与我那里是小姐与我这份恩爱。往年是岁，不知又是深情。为现在来养自己，与我那鬼淫在那红顶月下清真地堂，抗拒虚伪，如今不成王子里。那王中送来杨为来言道，叫鬼婴得上我的手心，就对开神庙内用香炉来誓言生死。小官虽然竟有锦绣之中度生，总觉得人是荒度。哎呀，鬼婴啊鬼婴，你的英文不要埋怨于我，我也是不得已呀。漂流上出根
我已欢上相惜。自从休了教子女，我精神恍惚为真谛。这也是王愧不得已，苦为了多人教事情。2年前，他与我共成亲，3更灯火5更鸡。谁知生离生死别，大半的恩爱真正重离。但请那名声高到来操多你。是啊，得下我明着满身负责，取其那名声高大，与那教日多年集卷经文，也就是了。叫他与父母亲在那留与情。司令下面4岁来了。呀，不是人是因啊！莫非我一心身贵门，不与我闻声起疾病？满色贵人之事不可平息，送尊有归，不枉亏乃是男子汉大丈夫，又是天子的门生生相女婿，怕他这身了。那生枉亏太虚情，归门珍贵把上王妻。我那夫人等我迎君上月，亲自请我来了。夫人，你何必自己来哟？外面叫开门的是谁呀？是我呀。你是谁呀？我嘛，是我呀。是夫人哦。真是，呀！我这是夫人来了嘛！夫人，带下官开门来。哎呀，这真是匹夫不知夫
约好，开门迎得宽陪来。啊，来了来了！啊，夫人请啊！夫人，夫人。哎呀，夫人呐，夫人，你不要与我作耍了。今夜月色最好，真是风大了些，先去把我的灯都吹灭了。啊，夫人，请哦。催眠了也好，记得你我夫妻才来阳的事情，不是时常彩灯上月了。哎呀呀，夫人休要说笑，你何知道过来阳的么？啊，夫人请啊！王啊！分明是神，真实是鬼呀！王祖宗来阳为来言道，是你等在我的手心，就在黑人庙内死也生死了。那是他传错了，说错了。我不诚实。你不诚实，不诚实。当真？当真，我不分明是你的鬼婴吗？果真是鬼婴！哎呀，鬼婴王啊！王啊！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千里迢迢，王郎，你来的，难道我就来不得吗？哎呀，你来做什么啊？一来问是王郎告终，他来何西呀？哎，是可以去往我什么西呀？这儿么，我与王郎送药房来了。药房？什么药房？哎呀呀呀呀！王郎啊！你真是一登龙门别心忙，可记得你深夜苦讨在命苦好，天寒地冻结冰霜，都为你郎君抬衣裳。记得我东清大夫谁求医，求得妙方见到堂，赐予你郎君身健康，保佑你上京赴死名地金榜，开宗庙一别离来阳，为妻我这牵挂也是梦空想，一空一去病在无法，我是千里迢迢来送呀。
兵送兵走吧，也罢，不用了。桂英，并非我真心问你，怎奈是为师所怕，才有无奈呀！你我恩爱一场，事情已是忘了一幕，你我只委屈吧。皇上，记得我与皇上当日相爱，誓不再见。我常说宝儿的当妈，姐妹们的吉祥。如今皇上告诉为妻反遭休妻，我啥时回去？不要说宝儿的嘴脸难看，就是那些姐妹们也会一股一股的喜乐与我呀！想桂英是探不明冷落烟花，如今更是无家可归了。我千山万水已经天险而来，再去皇上况且望着夫妻情分，让我做一忘事他
到江西难为人。船上的知道情人的为阑珊，相识的我啊，岂能化成泡影？王来，你是女相了吧？恨恨心距离间，感动求情，绝不能在心愿留下祸根。王来，小姑爷，我心意着你，不必多言。我就忘记父子两个，好自为之，死里门不去吧。事到如今，你还要我教回应，在我不好，既算你是此恩断义人，把我的并有算在还清。啊，那你有算罪么？怎么也想丢弃归隐的养地，丢弃了吗？实话告诉你，那你有算罪，也做了我与夫人的订婚信合了。你想这样我玩，我与你临门一顾也就是了嘛。那有算在是我弟弟的疑问，不想哎呀，桂英啊桂英，今生此莫非了你对我来生再还你？哦，你这不是我可代天问事。你还要门死？王魁呀王魁，你已经害死了一个焦桂英，难道你还想再害死一个焦桂英啊？害死！你到底是啥？还是鬼呀？
身边的这位呢，不用我介绍了，是我们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祥老师。傅老师您好。你好。今天呢，我们都知道傅老师是亲自来爬场子，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那么都知道这个裘丹丽呢是著名的这个我们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傅全祥老师傅派表演傅派花旦的。那么是不是您的徒弟呢？他是我徒弟的徒弟。哦，他刚才是，因为刚才我在后台的时候，我说傅老师啊，今天您来看徒弟的演出，他说不对。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他不是你徒弟？他说上台我再告诉你啊，原来是徒孙是吧？对呀。那么他的老师是谁呀？他的老师大名鼎鼎的主要演员是陈飞。哦，绍兴小百花戏剧团的陈飞。好，那么今天呢，你给这个裘丹丽打多少分呢？电视剧的观众们，在剧场的观众们，专家们，真正打分是你们。他的这分数嘛，在粤语争锋里头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给他打分是一个好苗子。哦，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两位演员也是表演得非常辛苦。那么在这里呀，我想让你们每个人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能不能多说几句？首先很开心能够把这个秦探这么多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搬上舞台，是由我一个青年演员，非常幸运能够饰演焦桂英一角，也谢谢傅老师。然后我还年轻，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观众和老师们能多多指教，也能让我在每次的演出和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进步。谢谢。好会。谢谢广大观众，谢谢。我首先要感谢远在大洋彼岸的陆锦花老师，是他在能排秦代正出戏呢，是他多年的愿望。所以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跟裘丹丽一起，在傅老师的辅导下，可以说演出秦探，我非常开心。在此，我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支持我们的观众，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谢谢。好，谢谢演员们精彩的表演。在这儿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傅老师，您为粤剧事业做出了那么多。
应该的。好，朋友们，那么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海上直播剧院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现场收看。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1197000千赫92.4兆赫呢，从现在起呢就改为了1197000千赫97.2兆赫，请您到时注意收听。好了，朋友们，这讲里呢一句，让我讲一句。好的。祝新年快乐，这春节快乐，家家3个快乐。在这里啊，我也要代表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祝老艺术家能够健康长寿，艺术长青，好不好？好，谢谢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朋友们再见。Thank you.